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时间，我係帶大家來運動，讓大家有健康嘅明天嘅見面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行嘅益生操，呢啲益生操行嘅芭蕾舞改變嘅一種運動課程。不管老幼大細，攏適合來做，一下就提問先生向下來運動。你喺運動之前，要做讓身體熟起來嘅運動。你經經較長嘅熱身運動，體力運動就你過自然嘅扭腰擺臂。你可以過輕鬆來做呢啲動作。你身體可以慢慢地熟起來。你平常時有空，攏可以做呢啲動作，用你嘅身體慢慢地變輕鬆。你一開始係扭腰擺臂時節，動作唔是太快，慢慢地來，用你動作越做越快，越做越快。你鼓勵大家，明明是有空，攏可以用你自家嘅身體碰一下，你嘅身體那麼硬。接下來第二個動作，行嘅表順你嘅肩關節，你將你嘅手壓起來，壓到最高嘅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地變下來。好，第二拳，第三拳，第四拳。第五拳，你慢慢地做，好，你穩住手慢慢地壓起來，壓到最高時節，轉後背，慢慢地下來，越慢越好。你第二拳，第三拳。第四拳，第五拳，你第三個動作係嘅扭腰擺臂，扭腰擺臂。你去做呢動作時節，你有分輕重。你第一擺可以小幅度嘅擺動，你第二擺時節可以較多一些。第三擺就可以鼓嘅力量轉過來，好，你再換另外一片，來輕重，好，你再鼓來左片，再來一擺輕重，好，右片來輕重，你會同大家來分享嘅行嘅腳帶同腳踝嘅呢個運動。你體力動作，手擺穩定咧，你一隻腳伸出來，你身體慢慢地蹬下去，不用算你的腳底筋膜。你可以算是下一類組，好，開始1、2、3，你跟身體力量變嘅一隻腳，當向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可以變鬆一下，動一下。你揾你另外一隻腳伸出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不用强松一下。你的动作真蛮简单，又真蛮安全。我假是讲，你平衡较好，就可以不是搬东西。但是一开始我会希望呢，就会先搬稳定呢。如果你搬稳定呢，你可以起较稳，起较脏。你咧天热的动作，行一只脚压起来的时间，你来转，你呢踝关节，不用说你踝关节。好，你可以转左右偏，左右偏，你转是下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强松一下，不用强松一下，你换另外一只脚。好，相同是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相同你脚同一下，脚同一下，你不用松一下。再稳过来，你来左脚来压起来，你相同做10下，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不用松，相同不用松哦。你的动作嘛係真蠻簡單，嘛係真蠻簡單。聽門欣賞來做，唔會剛剛講冇乜嘅困難。來，相同是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身体不用松一下，不用松一下。你一下要搞地上的動作，地上的動作行喺你的腳壓起來時節，你腳墊下去，壓下去，好壓下去。你一擺馬上都可以壓10下，好，你的左腳先壓起來，你就慢慢壓10下，開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穩腳，好穩腳，來變成你的右腳壓起來，相同哦，10下，開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身體同一下，身體同一下哦。你偷偷做一啲上嘅動作，弄真蠻簡單，弄真蠻簡單。你希望你可以按照你嘅身體嘅狀況，不管是做上下也5下，你可以用你的腳來不用強鬆。你再來複習一擺，你踢嘅動作，行喺腳蹬下去，蹬10下，好，可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穩成右腳，相同你蹬10下哦。可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聽嘢動作腳壓起來，你先轉，
好，左右摆动，来4下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右脚，相同4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安尼第3个动作，安尼左腳再壓起來，安尼壓4下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右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安尼运动之后，有啲位肌肉群会增慢紧绷，会增慢酸软，然后就用一粒球嘅脚踏杆来表爽。安尼先间球嘅表安尼脚难度当高，安尼另外一只脚加上去，安尼慢慢嚟扛下去，来表爽安尼嘅小腿，表爽安尼嘅小腿，唔会感觉。是把酸软，你行喺咱们正常的现象。好，我哋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慢慢嚟表爽。接下來，我哋再間球嘅表咧，我哋切頭嘅後背，表切頭嘅後背，我哋腳相同加上去。我哋切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哋球嘅可以表爽，我哋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，我哋間球嘅來扛我哋嘅內側嘅部分，好，我哋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，慢慢嚟扛下去。同時，我哋嘛可以表爽我哋嘅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啊，想可以慢慢嚟扛，慢慢嚟扛，用我哋嘅肩胛頭較表爽。土豆先生教嘅學起來無？一下提問先生嚟學新嘅動作。接下來要同大家來分享一項嘅訓練，我哋嘅腳難度就是小腿嘅肌肉跟小腿嘅伸展。我哋第一個動作就會，我哋手板咧，我哋等喺當高。好，安尼腳慢慢嚟捲起來，好，捲到最高，再慢慢嚟變下來，慢慢嚟變下來，安尼再慢慢嚟捲起來，再慢慢嚟變下來，安尼可以一捲一高，一捲一高，好，但係捲一高時間，我剛剛講嘅腳難度，會訓練到較多。你係訓練你小腿嘅肌力，我哋慢慢嚟做哦，慢慢嚟做，加油哦！好，我哋接起來時間，我哋試下想停留一下，停留一下，再慢慢嚟下來，再慢慢嚟下來。相同哦，我哋慢慢嚟做，停留一下，慢慢嚟下來。慢慢嚟下來，好。我哋第二個動作，行嘅我哋一隻腳是後背，一隻腳是前面。我哋一隻腳扛下嘅時間，
安尼咧后脚踮起来，踮起来。前脚行咧扛下去诶，前脚行咧扛下去诶，不用轻松。安尼脚同一下，脚同一下。安尼去训练你的小腿肚啊，就会安尼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，用安尼小腿的肌肉慢慢的可以训练起来。安尼再来一摆哦，来前脚升起来的时间压下去，后脚慢慢的踮起来。好，安尼相同不用松一下，安尼一下稳脚。阮另外一只脚是前面，另外一只脚是后背，相同安尼数会版本安尼等呢，安尼脚压起来的时节，脚压起的时节，压后脚那踮起来，后脚那踮起来，相同我用数版本等呢。好，不用强说，安尼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再来一摆哦。好，不用强说，安尼偷偷行来训练安尼的小腿，一下安尼会做安尼的小腿的伸展。安尼一只脚是前面，一只脚是后背。安尼先帮前面一只脚，安尼的后脚弯曲的时节，安尼全脚伸直，我刚刚拿前腿的小腿就有帮到紧。安尼慢慢的不用强说，来帮一下，帮一下。一下行啊，记个不用数安尼小腿，慢慢来哦。好，一下呢，安尼一只脚，是前面，一只脚是后背，安尼不用数安尼的后脚的小腿，安尼慢慢来，安尼可以引轻引导，你的动作嘛，係专门强顺的动作，所以你平常时有卡拢可以做你的动作。好，你不用强顺一下，你从后脚弯一下，前后脚弯一下。相同你先来绑前脚，来后脚弯曲，前脚伸直，绑前脚的后腿筋。你慢慢来绑，慢慢来绑。头头安尼去训练你的小腿的肌肉，一下安尼就来表现安尼的小腿的肌肉。好，一下安尼来帮后背一条脚。相同安尼可以一前一倒，一前一倒。好，安尼不用强松，脚不用强松一下。安尼偷偷的上个动作，大家再记得冇？或者停大家向下来呼吸一下。安尼踢的动作，行个慢慢的蹬上去，慢慢的下来。你行个踢的动作，慢慢的蹬上去，慢慢的下来，慢慢的蹬上去，慢慢的下来。踢的动作，一只脚是前面，一只脚是后背。前面一只脚压起来时节，后背一只脚蹬起来，蹬起来。好，安尼稳脚，稳脚。前面一只脚压起来，后背一只脚垫起来，垫起来。好，安尼不用强说，一下安尼绑安尼的小腿，绑你小腿，一只脚是前面，一只脚是后背，你行个踢上的动作。安尼先绑前面的脚的小腿，
好。来，绑后背耶。安尼来弯脚，弯脚哦，安尼相同来感觉讲安尼咧小腿嘅后背有绑到紧嘅感觉。来，慢慢嚟绑后背。好，可能不用放松，不用放松一下。安尼运动之后，有啲位肌肉群会慢慢紧绷，会慢慢酸软，然后就用一粒球嘅脚踏杆来放松。安尼先间球嘅放安尼脚难度当高。安尼另外一只脚架上去，安尼慢慢地扛下去，来放松安尼咧小腿，放松安尼咧小腿，唔会感觉是把酸软，你行喺咱们正常嘅现象。好，安尼慢慢地扛，慢慢地扛，慢慢地放松。接下來安尼再間球嘅放喺安尼膝頭嘅後背，放膝頭嘅後背，安尼腳相同加上去。安尼膝頭後背有十字韌帶，你啲球可以放鬆安尼韌帶緊繃嘅情形。接下來安尼間球嘅來扛安尼咧內側嘅部分，好，安尼慢慢地扛下去，慢慢地扛下去，慢慢地扛下去。同時安尼嘛可以放鬆安尼咧胸大肌，好，胸大肌也想可以慢慢地扛，慢慢地扛，用安尼咧肩胛頭較放鬆。經經先生教嘅動作，大家學會冇？但希望大家要有運動嘅習慣，安尼講安尼食多咯，就會痛多咯，安尼身體那會越來越健康。天痛，安尼下次見。